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群妹。今晡嘅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应该做得讲，唔管係大人也係細人，都同好識的一種，算係人答，啊，唔過對我來講也應該算係。唔過每個時節，係講有限的時間，我就當上去食嘢東西。韓國唔過係自家食，也係個送人贈人都係非常好嘅東西。啊，算落係乜計喏？係啲討厭中啦也特別。啊，基本嘅有請到嘅來賓啊，有三兄弟家的唱偶像團體共用，細細個個，來分享記得哦，來分享娛樂劇情嘅劇跟分享。大家好，我係花生三兄弟，我係娛樂。我係玉琴，我係玉根，大家好。哇，很有默契耶！三兄弟，这像偶像团体一般的出场哦，同大家來好好來小解一下。三年，三兄弟也下共下都啲舞卡來聽數做些啊，自家來經營自家舞卡嘅品牌，對不對？對。然後三兄弟個個都有冇佢用嘅專業，來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家個負責乜嘅專長，負責什麼樣的領域？我背景我自己是念體育系的，我跟花生好像沒有關係耶。沒有關係，對，那過去有擔任過這個羽球社團教練、游泳教練，然後以及之前是打排球隊的隊員，對，那接下來這個事業之後，從小就開始做，那接下來這個事業之後，大地花生工坊，那做的是目前是執行長，然後也是整個品牌的運營和業務。哇，多麼簡單哦！原本是這個體育系的，然後有一點重新的去釐清自己的品牌，然後當執行長。那聽耶 Eric 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大學是讀行銷的，然後在大學畢業之後就回家裡做，然後現在都是在從事工廠的生產啊，還有工廠管理。我以為你要說就負責行銷，沒有，都負責生產還有工廠管理。哦，有另外一個領域，不同的領域。那我們的玉根呢？我跟前面兩個又不一樣。我以前是音樂系，都是念音樂系起來的。哇！然後也有曾經在國家音樂廳演出。天哪！那就是到當兵也是樂隊，我也是軍樂隊，海軍軍樂隊。哇！然後退伍之後就一樣，回到家中，然後就是一起跟家人經營這個花生品牌大地花生。我覺得都冇簡單的，因為當到富起來頭擺小嘅各位當到來賓，可能真的是舞卡沒有種批經營沒有一個傳統的產業啊。唔過做的你們應該就是三兄弟吧？還有其他兄弟嗎？這個親的三兄弟，親的就三兄弟，然後三個人都 Q 哈都賺了，哎，很不簡單，要三妹全部都 Q 哈，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哎。但你們三個都想要接下舞卡嘅呀傳統嘅產業，哎，先同大家講一下，其實舞卡做飯頭做到廿條算係第三代，阿公開始哎，阿公就是用板開始，堂公其實菜體當當年都有識講阿公嘅飯頭同從哦。對，一開始其實爺爺是騎着單車。就是大家印象中的對鐵牛排那種，對，然後搖着鈴鐺，他這樣子當一塊一塊這樣子賣。哇！對，那他一段時間之後，附近街坊鄰居也都吃到，反應也還不錯。那接着就我們進到這個干那店，就是一桶一桶的賣這樣。對，那後續父親接手之後，就做一些創新、不同口味的搭配。哦。對，那還有還有做到這個爆刀花生糖，就是包春卷、冰淇淋那種。對，啊，我們就是做那個一大塊，哇，去搭配。嗰時候可能菜體當到年呢，可能爸爸媽媽也係阿公，可能就識講亞舞卡嘅飯頭糖。對，我們就常常講，搞不好大家還不認識我們之前，也許就吃過我們的花生糖。然後爸爸跟阿公嗰陣時還忙自家創立品牌啊，你都自家都你都要推，就自家創立了一個品牌，對不對？早先還有一些品牌，但是並沒有非常主打。對，那接着到我們這一代，我們想把這個整個品牌的概念定位，把它整個更完整化，把它推出來，這樣子。嗰時候就開始做自家的品牌，但是要做一個自家的品牌，其實冇咁簡單。同大家講一下，他有品牌之後，同頭擺和忙有品牌時間，那個落差在哪裡？然後有什麼不一樣的要注意的地方？最主要
第一个大家会记得我们，那我们是觉得最开心的地方，就是有点명哎，对，逛市集或是他这个客户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都会记得我们。对，那在实际经营上面呢，有品牌之后是不是其实控管也要非常的仔细？对，那有品牌之后，这个因为大家会记得我们，那当初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来特别盖了一个厂，就是希望我们的制作过程能够更稳定，然后也流程化，尤其法规部分一定要顾到，对啊，所以就是特别针对品牌这个部分，希望大家吃花生，大家很怕黄菊毒素，所以我们就希望让大家可以吃到很安心的花生糖。所以像这样子的，比如说执行面，刚刚讲工厂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玉琴在管 ，Eric 在管的。对，就是负责这个部分的细节掌控。对，就主要会负责是说像是原物料管理，然后还有像生产管理、制程那些，主要会负责这一块。对，所以其实三兄弟共好了经营不卡嘅品牌无案简单，而且就是一个我们好像很熟悉的东西，花生糖、反跳桶。按用这么记忆中的东西，但是稍微老记会变做懂无共用啊，所以加到嘅东西用版的无共用 ，and 等下节目当中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那我们现在先来讲第一个叫做花生片这个产品。这个花生片就董琼 M 平常时舌头给反跳桶给用诶，然后是看起来是像是外面是比较酥脆的口感的那一种，对不对？原味花，这也是我们家最经典的口味，一开始的就是这一种。对。那这一款它是，因为它是最原始，它的用料也是非常的单纯。那其实它的最大特色就是这一点。但其实像这个跟以前那个刚刚我们讲到阿公卖的时候做花生卷冰淇淋，是不是也是这一种？是这一种，但是我们又在整个优化，像花生我们只选用台湾的花生，台湾花生以外我们只选用特选，那特选以外我们会再进到我们过一个首选，就有点像精品咖啡豆在挑豆，所以我们用这种方式在选花生。而且我刚刚这已经拿出了110哈，但是我刚刚一咬，大家应该都有听到那个很酥脆的感觉，而且所以肉泥啊，不要说肉泥啊，连我都觉得很担心牙口不好，有时候咬花生会很吃力。但是我刚刚完全就是好懂酥脆，然后外面那个糖衣薄薄脆脆的，不粘牙哎。对，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到是入口它可以含着，那会有慢慢的这种清香甜的感觉。哦，真的吗？对，我等下广告再来试一下，用很甜的感觉，我怕这样子来硬生。我们那个天使给条前观众朋友会跟着一起流口水，但是听说这个原味花生片是有得奖的，得国外的奖项，对不对？对啊，我们也是在做完这一支品项，然后获得很大的回响，然后我们也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带这支台湾有特色的花生糖到国外，让国外的朋友大家吃到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很好奇，就后来就送过去，我们去年第一次带过去，然后参加就是世界4大食品之一的有米其林食品界米其林之称的 ITI，就是国际风味评鉴所啦。对。然后就获得3星大奖。天哪！那也是我们目前全台湾第一支原味花生糖到那边得到3星大奖。就这样子按传统的东西。对。然后就是我们腿板饮，这应该是大家从小吃到大，但是你要得做的做到本滚滚给评审去认可他，然后给他一个这么棒的奖项。然后你说去年第1年带出去有得奖，然后今年还有带出去，今年也有，也是3星最高大奖，这样太夸张了。然后都是外国人，对，他们评审团有200位，就是专业的一个评审团这样子。家的有讲就是实体以后的感觉很嘛，有给你们什么回馈吗？其实蛮多，但是都是说没有什么瑕疵啦，就是吃到是最直接是说他们也很注重，他最直接就是吃到原食材的风味，就是最单纯的花生香
以及麦芽的清甜香。对，真的，我刚刚说到没，就是很简单的饭条的米食。然后这就是台湾清整贵耶，就是我们有这么好的农产品，然后把它做出这么好的、这么单纯 Q 米的按用给人搭出来。而且我觉得东饮食按用给饭条会很担心那个燥热的感觉。不过给他是不会觉得它是燥热的感觉的。这样你要都没有 TP 的用型，对不对？在这个部分。对，因为像是在以原物料来讲我们原物料都是使用台湾的花生，到我们工厂的时候，我们的保存方式会直接进冷藏库，设一个专属柜冷藏库。这个也是算是我们对花生的一个重视，就是大家很担心黄曲毒素的问题，所以我们都会直接进到冷藏室保存，好在制作的时候才会拿出来。那你们的冰箱得有多大？对，要比较大一点，就不能用一般的设备，而 TP 准 P 更大量的这样子冷藏的设备，这样有盘法才有这样放。那我们在制作过程我们也是主要不油炸。我们不是油炸的，所以吃起来的燥热感。我以为这个只能油炸没有，我们是弄就是水、麦芽、糖、花生弄半煮的方式，把水分煮掉，再煮到糖，再煮到麦芽，再脆。所以它这个对火候上的拿捏要很准。对，这也就是我们的传到第3代。对，然后我们的糖水比例也都是我从我爷爷开始到我们这代，然后我们再去做一些微调，跟针对现在饮食的习惯比较不同，会比较吃的没那么甜，那我们相对的我们的甜度会再降低一些。东强没想到对中老来嘅3兄弟诶，经营不卡饭条嘅品牌做在经营都安呢，还有多多故事同内容，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非常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仲有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做飯條同做3台，韓國也下係3兄弟共下來經營，大家都有自家負責專門嘅兩位，沒有自家嘅專長。剛剛有講到大哥學體育，然後二哥學行銷，然後青年島自己講青年島我們這個 Mike 佢係音樂的音樂系，然後我剛剛真的是聽到分心去了，因為你剛剛講到你是海軍儀隊。樂隊，海軍樂隊，然後我就想說，哇，這也太帥了吧！故事完全沒問題，算了，他在裡面負責什麼？來補充一下剛剛沒有講到的話題。我是負責品牌行銷，還有產品定位，對外接口。你怎麼搶了你哥哥的工作？對，就是大家都有涉獵，但是各自的領域大家發展，後來我們就明確定出來這樣。啊，對啊，也是希望說把我們家的好味道。透過品牌可以讓更多人知道、認識這個品牌花生，還有我們的花生糖這樣。對，而且寇內黑影迷他的專長，所以就是要負責行銷這一部分。這麼跟兩位講，因為剛剛大哥有爆料，大哥說我們的 Mike 都在現場表演他的 B-box， 對不對？做的啊，來一段吧，直接來，直接來哦，可以。好厲害哦！哇，很厲害耶，冇簡單耶！就是你音樂系結束之後，你現在還是繼續有在研究這個領域的專業就對了。也有啊，就是沒有放棄。對，也還有在唱歌啊，樂器都還有。天哪，你們真的是男子團體耶！七家哥哥都附近冇 Q 跟兩位，然後又很棒，又賺到不卡 Q 哈雷經營七家反跳桶，我覺得今天好跳痛哦。對，我吃反跳桶，吃一吃啦，然後等下又 B-box。等下大哥會不會要打個排球之類的？這裡有球嗎？下一次。故說對，韓黑董馮一周的也有搶到
了三兄弟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好好分享。刚刚俺有吃到那个原味花生片，就当中头摆吃到清传统的那种饭头同酥酥脆脆，那不有包那个麦芽糖的那种口味，对不对？但是。跟轻简单的、轻原始的味道，但是你要的某 Q 跟产品都把它发展出不同的口味，对不对？要不要来分享一下不同的口味？我们口味有分类别，就是有花生片、花生饺、花生果这样子。产品大类有分花生片、花生饺、花生果。对，然后刚刚那个是原味花生片啊。那原味花生片，其实我们还有黑芝麻、白芝麻。好，青豆啦、五谷、葵瓜子，那都是会用我们原味来当基底，再来产生其他的口味这样。对，像刚刚苏红有一个，听说也是你们很推的五谷口味，五谷花生片。五谷花生片底度有包诶，嘛个东西，我现在有看到南瓜子，底度有包，像葵瓜子啊、南瓜子、紫米、花生，最后还有枸杞。哦，对，那它这一款就是有多种谷物，层次啊、口感、味道都非常丰富，好好吃哦！你们应该是都跟那个蜜肠的米稀，好香哦。对，那个紫米的，对，它吃起来是又不会那么厚重，也是很清脆这样子。而且感觉好像多了一个咸咸的味道，感觉比较。那个很想要再配个茶，或者是配个啤酒。我们特别是用玫瑰盐去做搭配。哇！对，我们在厂长那个 Eric 也试了很多盐种，最后用玫瑰盐去做搭配，它是会尾巴会淡淡带出来。我很好奇耶，因为盐太感觉熊公很直觉就是放一般的盐，这么高熊威公要试不同的盐吧？就主要是做多尝试啦，多尝试去试试看其他种类，然后后来是发现，在玫瑰盐在做的时候，它到尾巴它会带出一点点的咸，淡淡的咸，它跟一般的盐的死咸是不同的。所以试完之后是真的有落差的，是真的有落差，也是经过哥哥弟弟。大家都有试过，吃这个，对，然后我都觉得哇，用这个玫瑰盐的感觉不一样，对，很用心哎，而且你看他有钱有共都，你还得用给反头，因为最重要就是花生嘛，然后都会台湾呢，台湾给马个产地其实也是有特别选过，对不对？对，我们主要用台湾土生土长的花生，对，那是用。彰化、云林这2个产区这样子，也是坚持使用台湾花生啊。我们一方面是希望可以支持台湾在地的农业，然后就是其实台湾花生也是真的很漂亮，很浓郁，对，那品质也是很稳定这样。真的，刚刚是都给五谷口味的花生片，然后我们刚刚讲的。整个系列给反挑桶有原味花生片系列、花生饺系列，饺就是就像中间那个有没有？对，总看到给一条一条的那一种，这种叫做花生饺。那花生饺里面又有黑芝麻、白芝麻这些口味。那我们今天带来的也是热销品，就是米香花生饺。米香花生饺有加的蜜肠，就是它就是只有。米香跟外面的糖衣，就是最经典的花生饺，然后我们加入米香进去，然后我们的米香也是选用新屋在地的玉香米，然后进来我们工厂之后，就会由 Eric 这边来制成，然后制作米香加花生饺。你去打很会包米肠，这么厉害？对。所以都就是就是刚刚讲的玉香米回来之后，也是连这个米香都是自己爆的。对，好厉害哦！早期是一个老师傅爆，但是他因为这个蛮辛苦，那后来他也不做了，那就是Eric 也专门拜师求艺，那他也愿意这样教我们，那我们就用这传统的这种爆米香的方式在爆我们的玉香米。对，难怪会好吃，而且其实太嘎生按用嘞，真紧又是回到那个很担心很硬，然后唔黑那种感觉。但是我刚刚吃，大家应该都有听到，就是很松脆的口感。那东九模式豆饭条桶会这样子的口感呢，就是感觉老人家只要是会做在熬东西，基本上应该都是可以吃这个硬度的吧。主要像我们的料啊，花生的料。
的比例也是花生多大于糖和麦芽，所以吃到的它会更重视在花生的口感和香气上面。哦，所以Noble 可能会比较咬不动，可能是糖比较多一点，就会比较硬一点点。对，还有糖和麦芽它们的比例的问题，比例的问题会导致成它硬口啊、粘牙这些都会有导致，这些都会。所以特别研究这样有办法做到案呢。对啊。对，所以刚刚那个是花生饺，然后还有一个叫做花生果，也是一样有不同的口味。对哦，对，那我们这一次有带4个口味，有看到了。对，原味花生果、黑芝麻、白芝麻跟青豆。这个我好像比较少在外面看到安永给产品，对不对？这也是我们这几年是我们全台湾第一支研发这样子的一个花生产品，它是我们的减糖低糖配方，可以看得到它每一颗都是独立一颗一颗的，所以它的品尝体验其实不太一样，都是这样子吃。真的，我很好奇耶，因为吉康一了好像有一点像是，所以它是有点像花生片的减糖版本吗？对，它把它做成薄糖，然后薄糖之后呢，会再依序像原味会撒花生粉，黑芝麻它会轻薄的包在上面这样。这个感觉就是你不会觉得你在吃一个桶的感觉，你比较像在吃坚果的感觉了。而且外面我刚刚吃那个芝麻，那不是切下去全部就是芝麻跟熊咪耶。对。哇塞，好厉害哦！然后这个是青豆吗？青豆，对，青豆它是咸甜的。这个我很好奇，我没有吃过哎。它就是吃起来也层次会更多，很适合搭配茶啊、咖啡啊这种，但是就要很注意，可能会停不下来，会吃这样。你说像我现在这样吗？就会吃，好像蛮好吃的，又继续拿，因为它不会那么重啦，吃起来不会腻。对，它的糖真的又比Intel 浅色豆跟那个花生片跟花生饺好像再少一点，所以你要的青龙菇豆，大家不一样的需求，开发不一样的产品，对不对？跟类别。对。然后我有看到，除了产品类别很多元之外，连包装也很多元。对，像那个很可爱，小小一包一包的那个是什么？这种它就是我们做花生果的包装，那也是说适合它的品尝体验，随身携带啊，户外登山对都很适合，很棒哎！因为如果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原味花生片啊，五谷啊，也都会用。这就比较适合放在家里面，因为它一包就是一整片嘛，对不对？比较适合放在家里。那个就是可以带随身走的小小颗的感觉，所以会有不同的包装的形式。然后像这个花生饺，对，就是一个单个包装的小包装，它就是说在家里如果有客人来。就比较不会有交错拿的问题，一个人可以拿一包这样子吃。对，然后也有这样子的礼盒。对，礼盒的部分，我们今年也是，像这一款是算我们的经典的一个提盒，里面它这个是我们的花生果。对，花生果也是我们现点现做，因为我们没有加防腐剂啊、人工添加剂那一些，所以它的保存期限相对的短。那我们就是做预定，下定后我们才会制作，上面也会呈现我们师傅就是 Eric， 他会签名，就是一个承诺卡。然后如果说有在期间内产生油味，就我们会协助一个退换这样子。所以就是对于品质 ，Eric 就很有自信，愿意签名在上面担保就对了。对啊，因为在是说，像一开始工厂哥哥的想法也是这样子，我们会盖工厂。就是要给客人一个最好的保障。因为你不想要给外面代工嘛，什么七嘎磊州自己管理，自己管理是最好的，给消费者一个最好的一个保障。然后这也是我们大地花生工坊给消费者的一个承诺。天哪！我突然间觉得夫妻类很有荣幸可以邀请到这3兄弟来到节目当中来同大家分享七家不卡按用心的经营的品牌哦，真经多么简单，然后三妹又按有才气，这么有才华。鼓手吼还有东东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进到节目当中哦。
好，非常大家有真到福起来咧，我係仲要叫阿權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經營烏卡第三台飯條同樣就品牌韓國三兄弟共下來經營咯。湯家就講嘅青島有關也就烏卡嘅產品啊，韓國對烏卡飯條同青用心嘅素材，也我就知道同感同。啊，唔過我一開始就講到，青本我感同嘅係三兄弟。没有人落跑三兄弟都賺到烏卡共下來做事，但是我用相處的同烏卡你知道你已經跟彼此相處一輩子了，開心的時候、生氣的時候、難過的時候，現在連工作的時候，你都會同彼此大家共下，你都有相吵的時間嗎？有啊，那个很会吵啊，他们两个比较会吵，因为因为我们一开始两个就没讲话，就对，因为我年纪差比较多，所以他们那个就是联合起来那个联合起来，对，不过他那个都是一个过程。对，那当初我们决定要创立这个品牌之后，那时候也想到，因为未来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间也会遇到很多问题。那蛮幸运有看到一本书，它叫Find Your Why， 那它里面就是找你的为什么？对，找到你的为什么。哦。那它里面就有一个工作坊，那我们就顺着书的方式做这个工作坊。那我们在其中，那我们接手这个10年间，从小开始做嘛。这10年间，你要的 Q 哈就是回来3个人都回来已经10年了。对，从小就开始。哦，从小就开始。对，只有其实高中、大学出去，那放假回来，大家也是在做。对，所以就分享一下我们这个10年间自己做的这个得到的成就感是什么，然后以及为什么自己会接这个事业，那未来想要什么方向走去，所以我们就分享一下自己的收获、开心的地方，那以及觉得可以更好的地方。你说你们彼此分享这些话题吗？对，那它是有一个，因为它这书的方法，对，是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就顺着书的方式分享。那最后它会总结几个关键词，那我们再把这些关键词融合起来，那发现我们3个的交集其实就是想用心传承，然后可以让更多人吃到这个美味的花生糖。3年都共用，对啊，差不多。对，可是你们。是一起回来的吗？还是不同阶段回来？我退伍我就先回来了。对，那接着后续2位弟弟，那也就依序回来。因为应该是都在很年轻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就决定要回到家里。其实我们小时候啊，非常小，我们是大家庭，然后我们很小，常常就是可能在国小那时候。放学回来，其实小时候就是在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事，工作封胶带啊、贴贴纸啊，然后小时候就会有对于说工作，然后要认真做周 C 那种感觉，然后我们从小都一起在做事、工作，然后到了大学之后，我们那个年纪，我们就有在讨论未来回来家里做这份品牌。所以可能年纪和同些时间就有按用上钩诶。就有上钩，应该有一年会赚的不卡假这样子。对。哇，这个我觉得，因为感觉起来黑工不卡，穷些一次度地给做空一件事情，应该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记忆吧？比如说都不能出去玩呐，然后要一直做这件事情。哦，会啊，那个同学邻居。他就很羡慕我们，哇！那每次煮花生糖，经过很多好吃的，对，经过就会很香这样子。但是我们回去有闻到这个味道，就表示这个不能出去玩，要加班了。对，所以就是你们都没有想过，no 不会其他手才去做其他的工作，就是都很愿意回到家里来。我早期在外面有接过摄影，那也是自己的兴趣。摄影啊，对，摄影。那一些官网目前部分啊，之前刚创立的时候资源比较有限，那 DM 设计、包装设计和摄影就我们自己进行处理。哇，真的很不容易。真嘅看得出来，亚三兄弟真嘅都对乌卡非常嘅有热情，对家里的产业，所以呢。我们今天给福希卡拉 OK 是一个默契大考验。
三兄弟的默契大考验啊！今门也加到三兄弟都唔定啊，问哪个问题，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会回答什么，你们就凭第一直觉回答。好，第一题，3个人都要一起回答哦。好，韩生时节，3年最常一起待在什么地方？3、2、1，一楼房间。你说什么？我说1楼。1楼，房间在1楼吗？房间在2楼。那不对，大哥，他没应该也是我还没讲，太多地方了，应该是大1楼啊，1楼。对啊，应该是。好，1楼，因为1楼黑周 C 手餐。对啊。好，所以最常待在1楼。那第2题来喽，小时候最常因为什么事情吵架？3、2、1，抢电打球。什么？抢电，因为小时候电脑只有1台。抢电脑，打电动。哦，我说打球。哦，都是 Vito 搞的时间会吵架。对。工作的时候不会吵架。比较少。不会。对。工作的时候就是很认真工作。对啊。好，下一题。因为阿洛刚刚有讲到他是体育系的，所以我合理判断他很常参加户外活动。阿洛最近刚爬完的山是什么山？好，没关系啊，抹茶山，试试看啊，试试。好，我已经讲了。已经讲了。好，带女儿去爬。带女儿去爬抹茶山。燃的那个吗？对。他们刚刚偷聊天呢，偷偷更新近况是不是？好，那再来，麦克最常点的手摇饮料是？好，要1、2、3说。1、2、3。多绿半糖少冰。对。你说的是谁的？太奶是谁要喝的？太奶他前阵子太奶也是。太奶是前阵子，现在要喝多多绿。对，现在喝。OK， 好，再来最后一题 ，Eric。黑公吃饼吃冰淇淋会选什么口味？想好了哦。好。3、2、1。黑芝麻。黑芝麻，我讲黑芝麻，我会讲黑芝麻。2个黑芝麻，但是本人说薄荷。但冰淇淋，因为黑芝麻我都是吃双淇淋，但是冰淇淋跟双淇淋是不一样的东西。不行，这个我们题目出的有问题，我再去跟企划那个讲一下。好啦，这个神奇好高，因为今日请难得来到也3兄弟来同大家分享家到这个做的工作，还有家到自家的故事。啊，不过其实家到对自家的品牌的经营，刚刚有讲到非常的用心。啊，不过除了品牌本身同用心以外，其实顺丰的一条发通也非常的用心哦。比熊公是不是有跟义卖或者是跟小朋友的教学结合的活动？我们平常在做花生糖以外，也会参加一些外界的活动，以及我们自己工厂办的活动。那我们自己办的活动，像是有DIY 手作，或者是工厂参访。七嘎盘呢？嘿，七嘎盘呢？那外部的话就有美食展啊、食品展啊，以及像刚刚我说到义卖的部分。对，刚刚讲这个，我们现在空豆鸭胸片是小朋友去参访的活动吗？这个在带的人就是这个是在幼稚园做义卖，是去幼稚园。对，然后小朋友就是在放课的时间，然后会来可以吃个点心，认识一下，然后也会有义卖的一个介绍，对，让大家知道这个活动这样子。然后你们店里面是不时的会举办这个DIY 的活动。对，就是我们像去年也有办幼稚园的一个参访，那幼稚园来的时候，我们就是做简单的一个食品学习，标章啊、贴纸啊，这很重要。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又可以很有趣。我没有想到连花生糖都可以有食农教育的环节，都在分享。还讲唔单枪案呢，今日也3兄弟来到节目当中，而不负起来给观众朋友一个福利时间。谈过5月开始有一个活动，对，我们5月的第1周，就是会办一个福气来了专属的一个福气周，对，福气周，太棒了！真嘅嘿，对福起来嘅观众朋友请好啊，大家真嘅做得好好的关注家到嘅品牌，做得上家到嘅网站就看得到
含卡详细资讯啊，含个有青岛嘅呀商品呀的。故说今日什么反跳同三兄弟哦，谢谢我们的玉若、玉琴、玉根什么3位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谢谢主持人。没什么，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等下天天欣赏，看下来做运动哦。大家知道有节目好看冇啊？我記得啦，我來福喜來嘅免數傾站，韓國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咪記得我來傾站聽嘅，韓國也影片嘅連結啦，記得我分享出去哦。